由公司顶11间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总统电视辩论会，就会伫明仔载下晡2点伫公司来举办。今下晡1点半，三方总统候选人办公室代表也拢来到公司来了解勘查。咱连线互台记者郭碧君、郑俊佑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 是带观众朋友最近来关心明仔载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就要下伫下晡2点举办。这摆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是由公共电视等11间电视台来共同主办，伫公共电视制作播出。因为伫副总统辩论会部分是伫正月初1同一个地点下晡2点举办。现此时咱会使看到，伫咧这个摄影棚三方总统候选人的幕僚吧，已经到现场来勘查状况。头拄因也接受媒体的访问，咱来看因是做了什么款的准备。立法院他不单单很会质询，他也是干事长，几乎是天天开记者会，所以有关炮火跟及时回应，他肯定是一流的。那另外一部分，因为他在院长任内，他对于这政务也非常的熟悉，所以对于即将上场的辩论，我们很有信心。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辩论小组很早就已经成立了，那么当然候选人本人也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在前几场政见发表会当中呢，就已经针对各个面向大家社会所关心的议题来做出完整的说明，因此明天一定也会全力以赴。我觉得对于柯主席来讲，就是这个平常就已经做一个完全的准备。那3场下来，加上明天的辩论会，我想会再一次的把这个相关这几年来相关重大政务全面再做一次检视。咱明仔载辩论会是经过抽考啊，头一个发言的是民进党的赖清德，接下来是国民党侯友宜，落尾是民众党的高文哲。咱正月初1的副总统辩论会，头起先是民进党的萧美琴，接下来是民众党的吴欣盈，接下来落尾是国民党的赵少康。两场辩论会也会有媒体代表来问问题啊，候选人都爱随回应。那你明仔载的辩论会，也是讲正月初1的副总统辩论会，公司台记台伫下晡2点开始，也会有特别节目来带观众朋友到店来看这个辩论会，也讲有听专家学者安怎分析3个总统候选人甲副总统候选人的表现。以上是来自公司台记台的连线报道。